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7，哥林多后书12章10安尼讲：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甲软弱、无力、困苦、艰难、甲迫害看做好，因为我什么时软弱，迄时就坚强。三角来祈祷，要互阮伫什么时软弱，迄时就坚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圣洁的上帝，愿满心敬畏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宰，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我要向你献上阮深深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逐日昼夜欢迎，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阮常常软弱，想要逃避困难，总是袂记你来倚靠你的恩典，求你帮助阮，伫面对困境的时，无看家己的不足，乃是专心仰望你。因你的缘故，我要看软弱、无力、困苦、艰难，甲迫害做好，因为阮什么时软弱，迄时就坚强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